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。今次咧帶大家咧嚟到西貢半山區，欣賞一間咧獨立屋。咁呢間咧特別嘅地方咧，我覺得咧同業主溝通完傾咗偈之後咧，發覺到非常之用心啊！佢由起樓至到屋裏邊嘅屋內嘅用料啊、佈局設計咧，都非常之有心思啊！一個地收翻嚟之後，點去起設計？用啲咩材料，佢已經由最初一步咧已經諗起啦。大家可以欣賞下咧，呢間屋咧，你見到佢係一個特別高嘅中空樓底，佢嗰個客廳嗰個落地玻璃咧，可以同一般嘅村屋咧非常之唔同㗎。而業主用喺嗰個外牆嘅雲石用料同埋防水設計啊，嗰度咧已經超過100萬啦。所以你可以睇到咧，重質重量啊！我哋單睇個入門口啊，已經可以見到業主呢個心思，同埋咧佢係不惜工本啊，一個豪門大宅嘅 feel 係嘛？好，大家一齊入去睇睇先。得嗱，入嚟咧，我唔俾個廳你大家望望，淨係睇把鎖咧可以睇得到啦，真係非一般嘅大鎖係嘛？全部有晒指紋套用啊！咁大家睇睇個廳啦。呢個咧係傳統嘅村屋，你知啦，係一般係3層，每層700尺啊嘛。咁但係咧呢一個咧業主咧，佢將佢咧就叫1750尺，因為佢就偷咗呢一個叫中空樓底啦。我諗叫目測嚟講超過14-15尺，超高嘅樓底啊！咁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整體嘅佈局嚟講咧係非常之實用嘅。地下咧有一個嘅工人房、洗手間。另外嚟講咧，你可以見到佢個客飯廳非常之分明啦。牆身嚟講咧，佢用咗一個叫微水泥嘅設計，一般你知油嚟講咧，我哋叫做3浸油啊嘛。但係做呢一個微水流嘅牆身嚟講咧，係用咗10層啊。咁而地板嚟講，你可以見到啦，啊非常之整齊。佢因為係用咗一隻料咧叫做塑料啦，而下面咧佢係亦都非一般嘅鋪製嘅，佢係做咗一啲叫珍珠棉啊，同埋咧就有一啲嘅防水層，咁令到咧嗰啲濕氣咧唔會係透過地板咧。係可以上嚟個廳度嘅，係咪非常之細緻咧？好啦，咁我哋睇到個客廳嚟講咧，佢都用咗電嘅窗簾啦。嗱呢度咧個窗咧係南北相通啦。咁呢一度嚟講咧，佢都好特別嘅，佢用一個嘅透明嘅窗花啦。而呢度咧，佢亦都做咗一個咧係超薄嘅一個紗窗防蚊簾啊！大家可以睇到非常之順滑，同埋咧。係比一般咧係幼細嘅，用料係非常之豪華啦。咁而另外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嘅細緻位，就算樓梯底咧，佢都攞嚟咧做一個好豐富嘅儲物空間。而另外你可以睇到啦，佢嘅樓梯咧係用嘅料同呢一個嘅客飯廳一樣啦。而呢一度嘅鐵材嚟講咧，你見到啦，係用一個90度咧屈到咧90度咧，係非常之考功夫嘅。而呢一個地板呢個塑料嚟講咧，亦都係啦，令到咧佢嗰個整體個效果咧係一致啦，同埋咧好有美觀感，亦都好有時尚嘅。亦都近一格要再講一講啊，因為呢間屋好多嘢講。呢個廚房嚟講，你可以見到咧，佢係一啲嘅鋁窗嘅設計啊。整間嘅廚房嚟講咧，呢一隻咧叫黑鋁板，令到嗰個傾洗咧就係非常之方便。而你見到咧，佢兩邊咧專登咧將一個洗手盆咧就擺咗嚟右手邊啦，咁令到呢一個嘅空間係特別大。佢嗰個嘅抽氣扇咧就係通咗出去嘅，就唔需要有任何嘅油煙會喺度啦。好，我哋一齊欣賞下房間啦。嗱，我哋上到嚟，就算1樓、2樓咧，我可以睇到咧喺呢一個嘅樓梯度做咗一啲嘅儲物空間啊。咁我哋咧破埋面之後咧，就更加整齊美觀。呢啲門咧更加一來嘅料係好輕便啦，但係就係好堅韌嘅。咁而另外咧，佢都設咗咧就係一個位置咧係擺呢個 WiFi， 因為全屋咧已經做咗個叫光纖拉晒線嘅啦，已經係咁每一層各自可以自己有唔同嘅 router。屋主係非常之細心嘅，而每一個嘅門，佢除咗係一對門之外咧，其實裏邊咧係用晒石物料嘅，即係話咧有一啲好隔音靜音嘅效果。咁而我哋上到嚟呢個主人房層啦，你可以見到同頭先咧喺2樓2間房嘅設計或者嗰個間隔係好唔同嘅，因為你可以見到呢個主人房層咧，個樓梯特別高嘅喎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呢一度咧就係佢相連到佢個客廳，
做咗一個中空樓層啊嘛，所以咧佢呢一度咧攞低咗少少，令到咧整個主人房層咧同一般嘅屋咧係好唔同嘅地方，就係個樓底夠晒高，咁所以有2級落嚟嘅，有更加有豪宅大宅嘅 feel 喺度啦，做晒一排嘅衣櫃啦，非常之實用。就算呢個只有人套房嘅浴室咧，我都覺得咧非常之有業主嘅心思嘅。雖然唔係好大，但係仍然都有雙洗手盆，所有屋裏邊嘅水全部做晒攬住水喉，即用即熱。另外你見到佢有一個企缸設計咧，佢嘅燈光用料你都見到啦。無論喺客廳、主人房層、洗手間咧，佢一啲嘅燈飾咧，唔係用一啲好光猛啊、刺眼嘅光線嘅，非常之柔和。咁嗱，我嚟嗰個簡單嘅總結添。咁嗱，呢間屋嚟講咧，我因為做咗個中空樓底啦，所以佢嘅建築面積係1750尺啊。不過咧就唔包佢嘅露台同埋而家呢個700尺嘅天台嘅。咁啊，坐擁咧就係呢一個東南望到咁靚嘅西貢海景啦。後面咧我哋見到咧遠遠有個馬鞍山啦，所以景觀非常之開揚嘅都算係。咁啊，而單位嚟講咧，大家可以睇到佢用料非常之係豪華啦，或者係叫做典雅。因為我覺得咧，最主要咧其實唔係淨係價錢問題㗎，最主要就係業主咧佢每一項嘅細心用心，佢係以一個嘅用家嘅心態咧係去設計呢間樓啦，咁啊同埋嚟講咧用料咧都係一絲不苟嘅，咁啊防水亦都係做得非常之出色，咁啊而家叫價嚟講咧，同業主傾到咧係可以傾到係1328萬啫。而佢都放埋租嘅，租金係42000蚊，咁你就可以咧就擁有成棟嘅獨立屋，咁靚嘅裝修。呢個單位嚟講咧，仲附設咗有2個嘅泊車位，屋主好細心咧，做埋個地米俾佢噶，係咪非常之優質咧？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隨時可以聯絡我西貢 Frankie， 呢個單位可以隨時開放俾大家睇噶。咁我哋喺西貢嚟講咧，都有成3間嘅分行，35年嘅歷史噶啦。咁啊，資深嘅同事咧，一定幫到大家手噶啦。我哋分別有我哋嘅西沙路分行、西貢市中心分行，同埋我哋清水灣澳龍分行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，同埋 follow 我頻道啦。好，大家再見。啲仔女都大晒啦，咁我都可以出返嚟做嘢啊！其實呢區我都好熟啊，我都應該得嘅。喺呢度做白紙呢都唔驚，會有人教你，仲唔使擔心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㗎。仲諗咩啊？我哋得，你都一定得。加入棋碰，展開異志人生。